聽講你會有戒煙門診。是喎，阿爸，唔想我戒煙係麼？你下當然男孫，為到孫想我來戒煙，不過伊難戒呢。阿爸，來我哋衛生所掛戒煙門診，唔是掛號費，達到繳砍400塊嘅藥品部分負擔，有當多人是靠安尼戒煙成功呢。吃藥是的戒皮咯，阿爸講，交朋友靠真心，戒食煙愛耐心，我驚我無法度堅持落去呢。是少。來參加我哋唔是收錢嘅戒煙班，我要專家來教大家正確嘅戒煙方法。戒煙期間，愛用順息同運動。還有戒煙班，很特別咯。是的，同上戒煙嘅朋友互相鼓勵呀。阿爸聽說是的成功戒煙啦。好，為到孫，我要來試看看。依片當關心唔同方面，上排將來門檢查嘅事情呢？有樣冇？係啊，阿爸記得要簽時間來做口腔黏膜檢查哦。多謝咧，我做檢查都會當緊張。阿爸唔是少，檢查牌是較安心，身體康健，我看人將會放心。好。我將個安排時間來檢查。